中嘅大會敬致。而家請大家以清淨心、虔誠地供燈燭、供香湯、供百香，禮敬諸佛菩薩，禮讚宇宙大國者。禮敬諸佛，獻燈燭，供燈燭，讚揚三寶。讚揚三寶。咁喺浴佛之前呢，就同大家講解一陣間浴佛嘅程序。一陣間有3句，我會講嘅就係禮佛燭、接法香、祝福吉祥。當聽到禮佛就要合掌90度彎腰，祝嘅時候就係起身。接法香，接嘅時候都係90度彎腰。法就係拎起浴佛台上嘅花，香就係起身，最後就係祝福吉祥。當講完之後，祝福吉祥，大家就可以轉身退場。而家開始浴佛。禮佛燭，接法香，祝福吉祥。禮佛燭，接法香，祝福吉祥。禮佛燭，接法香，祝福吉祥。禮佛